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，我是钟意群阿群妹，祝福大家好，伫圣诞节大家就当幸福。今日啦，是咧当欢乐嘅日咧。古说下大家启动空下嘅时节，听说爱食到东西，食到甜点后，本大家心咩暖暖嘅，全部都是有那种冒爱心的幸福感，有冇？古说细细格格来分享今日节目地度有请到位来宾，系呢花语手工起司蛋糕嘅逸贤，分享逸贤。大家好，我是逸贤，都欢迎来到遐。好，欢迎宇轩来到节目当中，唔是紧张，唔是紧张。大家好，我是宇轩嘅妈妈，欢迎呢郑秀云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宇轩的妈妈。好，欢迎。都欢迎来到遐岛。欢迎秀云姐来到节目当中，好，呢妈妈来到节目当中，做嘛嘅节目以后，以下有请到呀演导嘅宇轩，韩国同家妈妈，共下来到节目当中咯，就是因为呀，佢也要创业嘅时节。咁奇怪哦，做下甜点太搞就想到讲，应该是后生人来创业错冇，唔过家就唔係哦，係爸爸妈妈先开始嘅，对不对？同大家来分享一下刘妈妈。一开始做嘛，该不会想到讲，开始来开呀甜点店，这很特别呢。开始哦，爸爸有糖尿病，佢有当好食甜的，就像您讲的蚂蚁，他是我们家的大蚂蚁，他只要看到佢看到甜的哈，佢一定会食。哈，佢一定会食，冇是伤心，唔敢不爱就看到。还爱跳跳绳，嘿，跳跳绳，饭面爱就是看，因为没办法。讲食菜，爱就是上讲佢好食甜的，当面爱就是上讲来做下甜点，去家做。嘿，有鱼卖来食啦，提到讲也对身体有好健康啊。所以讲，我要做下甜点，我要用海藻糖去做。你同爸爸去家做嘅时间，就开始用海藻糖来做。可以做些，我就是用加海藻糖。因为完全是台糖油啊，台糖落去强甜。最主要我就每本人是强甜啦，强甜对佢哋嘛唔好。对。所以讲我就专门是用加海藻糖。对，不过像呀海藻糖呀东西，应该像 Andy 来同大家补充一下。对，海藻糖其实用的个糖，做嘛该佢对糖尿病嘅人来讲，佢比较可以吃。海藻糖就是它源自日本，然后它是萃取在海藻里面的糖类，那跟我们一般吃到的砂糖的糖、蔗糖是不太一样的。哦，所以它。是因为一般的蔗糖可能吃起来，它的升糖数字马上就会被提升，就是你一摄取到糖，你的血糖值可能就会变高。但是海藻糖是比较不会的。对，海藻糖就是比较不会像砂糖，让你血糖快速的飙升，所以它在糖尿病中的代糖也是原料之一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故时候刘妈妈先前就同刘爸爸起家开始想讲，应该就可能做得买到一些比较不会升血糖的蛋糕，但也有可能做得起家做，就起家来做诶。系啊，又开始来卖，错，乜嘅时节开始卖嘅？2008年开始我们就做了。还蛮久的呢，呀，12年呢，这么久的时间。一开始你要做个甜点，是哪道甜点？我们开头是先做提拉米苏啊，提拉米苏好浪漫哦。提拉米苏还有泡芙，对，还有和风蛋糕啊，还有黑森林。这种是宇轩几多岁？你几岁的时候？读高中。听听，哇，那你有觉得爸妈很酷吗？你这是爸妈自己开一间西点店呢。很特别，我觉得还好哎。为什么？是因为你爸爸真的太喜欢吃甜点了，从以前到现在。太喜欢吃是其次，但是我觉得开甜点店其实也没有很浪漫，因为背后很辛苦。其实咩係懂辛苦嘅，故說也好開始悄悄的幫宇軒來接班呢，跟妹妹是不是有回來？窮下，哇，哥哥老妹妹兩啥窮下轉到不卡，撒下來接來做，但是產品也轉型了。对，為什麼會轉型成起司蛋糕？会转成起司蛋糕，原因是因为现在少子化，然后小家庭又居多，
但是市面上所贩售的起司蛋糕都比较大众类型，是比较个体比较大一些的。对，但是可能就像生活一样，你可能觉得平常太平凡就平淡无味，那你如果起司蛋糕都是同一个口味的话，你吃久了你也觉得会腻。对，所以听说我看到该脚本给时间，因为说起司蛋糕就起司蛋糕啊，我做嘛个变化，做得来福气来你讲一些，不过我每一下结果，人家个 Q 米竟然有高达14种。这真的黑嘞我觉得很不可思议。其实我去咖黑，我自己也很爱吃甜点，我们会做一滴的甜点，我很难想象生了起司蛋糕怎么可以做出14种，真的非常非常的多。故说今日节目当中就溜溜小来同大家来小嘢，如果先同大家来分享一下，nhà đầu cái điểm的名，很多花语，为什么叫做花语呢？会叫花语的原因是因为妈妈很喜欢花花草草。真的、哦，妈妈，你要得去搞恩名的就恩花语耶。对，自己喜欢花花草草。韩国呢？因为花语我觉得我喜欢花花草草，可是我觉得花语还蛮让人家听起来很舒服，让人家有种放轻松的感觉。那所以给同时，签的因讲作为提拉米苏，韩国作为泡芙，然后和风蛋糕，下了就可是了做起司蛋糕。听说起司蛋糕的点子也是爸爸妈妈有先想到的。对，怎么会想说起司蛋糕？而且甚至懂懂我啦，爱不卡给斯坦人懂懂也唔好食起司蛋糕，你都有吃到过吃到很特别的蛋糕吗？我现在是只有吃到人家在屏东的啦，它也是风味跟我们一样，可是它是圆的，它还是圆的，对，我去买还是圆6寸圆的，我们觉得说圆的，就刚我儿子讲的，圆的吃久了就是只有一种口味选择，那我觉得倒不如我们去开发成条状的，对，条状你可以选择性更多。客人吃也不会腻，对，就有某 Q 用的想法，所以是爸爸妈妈就可以试了做起司蛋糕了。那接下来我就要来问哦，几种点的地度按多种 Q 米青招牌嘅青出名，大家青好食最推荐的是哪一个？最推荐的嘛，其实吃来吃去，大家还是忠于原味。原味是不是？那 Q 妹就会来。现在就是点名点到哪一个，我就要来吃哪一个。现在先来吃经典原味。经典原味，给看起来就是白白的，然后它跟奶色豆给它有点介于轻乳酪跟重乳酪之间。重乳酪它就是很扎实，然后口感比较厚重。对，但是这个看起来是比较松软一点，但是又不是像那种轻乳酪蛋糕，像海绵蛋糕的那种松软程度，这是另外一杯有关系了，沙尔斯生宽呐。它里面的空气感好足够哦，然后底下的饼干，原本看到来捞到我黑就是脆脆硬硬的，但是它也是湿润的感觉，而且还有一点点 cheese 的味道，饼干，然后上面的 cheese 它不会有一些人会有的人会懂讲太重嘅 cheese 的味道，但是它这个是淡淡的感觉，不会觉得吃起司蛋糕就很肥的感觉，吃起来也是很清爽的，好好吃哦。这个就是而且不会很甜，重点是不会很甜，所以我大概可以理解那个。周妈刚才同样偏给你含黑粥的是，第一个用了海藻糖，第二个它吃起来的甜度其实也不会很甜，是很舒服的程度，不会讲吃嘞就吃到不会那个，这个甜度也是你们特别调整的。对，就是加入海藻糖的原因就是它可以降低本身砂糖的甜度，但是口感也是没有那么甜，它不会像传统砂糖，我们喝饮料会那种死甜，到后面也要吞口水。而且其实一块四贡豆这有比较接近像是代糖，我就会想到，其实我曾经喝过代糖的咖啡，然后我喝到那个代糖，其实我觉得有点可怕。
那个甜味的感觉跟砂糖的甜味不一样。不过俺唔伫迄牙就不用给红色，不用给亮油检查样用诶，这个吃起来是不会有那个奇怪的糖的味道，是正常的糖的味道。因为它是天然的糖，它不像代糖是阿斯巴甜。对，阿斯巴甜，它的味道肾脏，但是这是天然，就是所谓天然的植物去萃取的，所以它跟甘蔗萃取的糖是一样的。念来迄按呢，你看哦，我将是1种口味听听咯，我还有13种口味爱食咯。不过吼，今日节目都也好，谢谢梦安的妈妈，谢谢刘妈妈来到节目当中，谢谢。谢梦怡。好，接下来就会交俾安的宇轩哦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个转到节目当中。好，欢迎大家又转到福起来咧。今日节目当中，同大家来推荐好圣诞节很热闹的一个时节，做的生物嘅甜点。刚刚俺有食到呀，黏蜜嘅cheese条蛋糕，好好吃哦。真嘅唔会那个，韩国又做的唔会暗甜，食起来就知道唔会脱皮嘅感觉。唔过接下来，韩二来问一下，其实俺自家有做过也得有cheese蛋糕类的东西。我知道做cheese蛋糕其实很困难，因为像我自己就有失败的例子，就是上下就是分层的，它下面就是比较厚重，然后上面比较松，但它就是一个失败的例子。我说也想问人问一下，整做下起司蛋糕，我听说烤温很关键。对，因为起司蛋糕它毕竟是乳脂类的蛋糕，那它油脂其实跟水分本来就容易会分离的现象。所以我那样子做出分层，应该就是有点乳脂分离了吧？对，对不对？油水分离的感觉。它就是要么就是你的温度控制过头，要么就是您在搅拌的过程中没有拌匀，没有拌匀，所以才会造成这个现象。对，所以像你们烤温大概都是用什么温度在烤的？我们烤温的话是低温，但是就是不是传统的高温烘焙。对，因为其实光看表面就知道了。台温泡一张油盘法上面是不上色的，但是里面是有烤熟的，所以是用低温烘烤的方式。对，就是超过100度的低温，然后要长时间下去烘焙。哇，韩国啊，唐贡要做出这个没有空隙的起司蛋糕。虽然我刚刚说这个起司蛋糕吃起来其实都有空气感的，但是它是那种慕斯的感觉，就是很滑顺、很绵密。不过你按用切口了，你是完全看不到空隙的。这个其实对蛋糕来讲也是有难度的哦。对，所以它不只是不加面粉跟水，然后才可以这么滑顺之外，它还需要一个秘诀动作。不加面粉跟水哦。对。哇，所以这是真材实料的蛋糕。对，它的主体就很简单，就是我们常吃起司蛋糕里面的奶油乳酪，很多就是 cream cheese， 对 cream cheese，很多大家会跟一般乳酪搞混，对，跟一般乳酪不一样，乳酪有太多种了，真的要搞懂，可能要去翻百科全书，对，太多种类，但是这个是 cream cheese，就会你可能第一大型的卖场里面都得看到，有一点像奶油，可以看到像奶油条状的，但是它切开来跟奶油很像，但是颜色比奶油再浅色一点点。对，没错。对，你看我是不是有在研究？好，刚刚讲到那个关键，用这张之后的本雅起司蛋糕不要有孔隙呢。就是在入乳之前，我们还要最后一个步骤，就是要重摔它。对，这么残忍，但是不用摔到很夸张，就是把它的里面的空气把它打散出来。那其实，在很多蛋糕当中，最后一个动作都是一样的动作。戚风也是，就是你必须要按钮啪啪啪，因为它进去，它就是像热胀冷缩，像人一样到寒冷的环境会突然起鸡皮疙瘩一样。对，所以一定要经过这个动作，这样做得确保亚给人搞拍出来，它是不会有很多空隙的。对，那我们也切合今天的主题，我们的布置也都有那个圣诞风。那圣诞节你亲推荐嘛该 Q 咪给起司条蛋糕？圣诞节，因为圣诞节就会让人想到很寒冷的感觉。对，然后在国外一定会吃圣诞面包，然后里面会掺杂很多就是那个史多伦水果蛋糕。对，很多风味的水果的滋味，但是
我们圣诞节，我个人还是很喜欢吃柳橙。对，而且就青堆石啊、亚扎时节、甘梅啊、柳橙全部就出来耶。对，所以推荐的口味是君度橙香。君度橙香，君度橙哎，头白糖沟君度橙是君度橙酒。对，所以它里面是有加君度橙酒的。对，它是法式的君度橙酒，跟意大利进口的鸡子皮。然后鸡子皮跟我们想象的柚子皮又不一样。好大哦！因为起司蛋糕给本身奶味就比较重，韩国再加上一点点橘皮，它的味道不会太重，淡淡的带出来。韩国一点点很轻微的酒味，所以这个味道超级搭的。因为其实我吃周沟君度橙酒的甜点，然后就失手放太多橙酒，然后就很可怕。我说这个味道跟起司蛋糕整个超对味的，所以就是推荐，因为过节嘛，这个时候就会 oyster 有购置给 kill me， 所以就是推荐这个君度橙酒的起司蛋糕。对。然后我想要再问一下，这个底层呢，其实懂得起司蛋糕，不管是重乳酪、轻乳酪，底层的风味都不太一样。你们的底层是怎么做的？我们底层其实很简单，因为其实乳酪蛋糕底下的饼干可有可无。对，然后也有人用海绵戚风蛋糕下去代替。对，然后我们选择是用戚福饼干。对，因为戚福饼干其实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菊水轩的那个滋味。对，然后精油打碎，然后跟无盐奶油下去混合。然后我们再用特制的机台把它压扎实。对，因为它，而且很特别的是，你们的口感扎实，但是又不硬。对，这就是油跟粉的比例拿捏要拿好。对，太多也不行，太少也不行。对，哇，真嘅专业嘅就会按呢。不过好，除了要做要有专业以外，其实也是要很专业。今日啊，讲生农民然后就会来同大家来分享，因为像按用嘅起司蛋糕，一般来讲都会冷冻。冷冻不管是它一开始卖的时候也是冷冻，也系讲你运送的时间没系冷冻，跟上了嘛，该时间是当系清后色嘅时间哦。最好的赏味时机是大概从冷冻库拿出来退冰5到10分钟的口感。好精准哦。对。中嘛该按用冷冻库拿出来，不要等它完全解冻，为什么会好像有一点冻状的感觉？因为它里面乳脂含量高，就是我们前面有提到不加面粉跟水，对，然后它乳脂含量高的情况下，它在冷冻的情况会像我们平常吃的冰淇淋再硬一些，会比较接近雪糕的口感。哇，古时你去讲研究过按用黑清厚色的口感。对，不过我要分享一下，我看它湿豆羹已经是再稍微融化一点点的，它是冷的状态，它已经不是冰冻退冰马上吃的。不过我吃豆还是很好吃啊，还是很好吃耶。但是它那种冷冻的口感情况下，会让人就是有一种觉得很幸福的滋味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应该等下节目就可以来变转移。等到冰冻完，我再拿出来解冻5到10分钟吃这款啊。韩国啊，冲牙起司蛋糕，黑讲硬行忙色态。像我，你知道小鸟胃嘛，一次不能吃太多，看着吃一口。那剩下的起司蛋糕我要怎么保存呢？很简单，就是不管如何，你拿出来，如果觉得自己吃不了那么多，那就是在冷冻的情况下，用水果刀轻轻一划，它就可以把它分得很漂亮哦，然后也不会粘黏你的刀，因为还是要再次强调，就是没有面粉跟水，所以它不会造成就是菜刀的粘黏。原来是这样，古时候切开来就做得老几变转去的，做得变几久？冷冻最多的话就是1个月。1个月就会加老几色体，还会起嘅时间老几色体。对，不过我想要来问一下吼，刚刚一开始妈妈有同大家来分享，佢讲圆形的可能大家动接看到，动接吃到，古时候人家就做呀长条形的起司条蛋糕。佢讲有人想到我想要庆生啊，我想要有一个大的蛋糕，有办法吗？有办法。就是可以。因为我们最低一盒就是6入装，那其实六在我们就是华人来说，它是一个很吉利的数字哦，66大顺，66大顺。然后其实对于很多小家庭来说，也不会造成负担，对，都是2口或者3口的小家庭。然后如果要在庆生的时候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把你喜欢的口味选择好，然后把它拆开包装。
像我们桌子上所呈现的就是木盘，把它放在紧密一起。哦，贴胸哈，对，这样就可以了，有一个大蛋糕的感觉。对，韩国我觉得很棒，可以有不同种口味。对。哦，安永就唔会一下也就生那个，做在什么 Q 用给 Q 米，故说更多呀 Q 米啊，竟然有14种，我刚刚才吃了2种而已，进度有点落后哦。其实你们的口味没有同菜体嘅色彩 Q 下来合作，像是我现在看到的这个是栗香玫瑰。对，栗香玫瑰黑用荔枝同玫瑰嘛，我应该没有字面解读错误。它只是取名字取的比较梦幻一些，但是其实我们原料很简单，就是用了什么东西，我们就会把它命名上去。同大家来分享一下，是哪里的荔枝跟哪里的玫瑰？您先吃吃看。还要先考我？哦，玫瑰花的花香味直接冲上来哎。对。然后后面因为玫瑰花的味道太明显了，然后有一种很浪漫的感觉，还有米加有荔枝的香甜味出来，而且我还没有想过原来荔枝同玫瑰的味道可以这么搭哎。这个荔枝是选用台湾的荔枝果干，然后玫瑰花的话是在屏东栽种的大花农场所栽种的有机玫瑰花，所以它是可以吃的玫瑰花。对，它是可以食用的玫瑰花瓣。然后我们把它切碎，然后混在乳酪里面。然后荔枝的话也不简单，它还有泡过荔枝酒。对。哇，难怪说起来米西暗厚，而且很特别。俺们除了芒色色糕有这样子荔枝同玫瑰来做搭配嘅起司条蛋糕，真係係俺人生第一擺食到。當特別嘅味道，故說還有韓卡到米西，我本大家來分享哦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個轉到節目當中。好，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，我係仲一群阿群妹，今日聖誕節就會來同大家分享好食嘅東西。故事我家下既然有食到呀玫瑰荔枝口味嘅起司條蛋糕，也係用菜體台灣嘅食材，真係係當地片阿群妹愛頭擺真嘅芒色色糕。唔講曬下來，還有另外一類咩係愛芒色色糕、芒色糖糕嘅起司蛋糕口味，很多酒釀桂圓的起司蛋糕，今天怎麼可以沒帶來呢？因為今年天氣就是暖冬現象嘛，然後也不太穩定，然後其實市面上也很少看到新鮮龍眼肉。對。不說欠收，龍眼欠收，但是有曾經研發出這個口味，有龍眼的時候就會做。對，就是會研發這口味也有一個小故事。哦，是什麼樣的故事？那就是我們親戚家朋友，是我阿姨那邊的親戚，然後他們就是在台南的關子嶺東山，然後栽種的龍眼啊，用去給親戚種個牛眼，對，然後用龍眼乾嘛，對不對？用桂圓來做，對，用龍眼乾，然後就是剛好那一年它是大豐收的情況，哦，對，所以就把它拿來做蛋糕。一開始是幫忙他銷售，就是他的龍眼乾，因為他的龍眼乾有別以往我們小時候吃到的桂圓嘛，桂圓就是比較燥熱，讓人覺得會上火的東西。但是它比較細心的一點是，它用古法，然後用龍眼樹，它不只取它的龍眼，然後再修剪樹枝下來的樹木，然後用龍眼木下去煙燻，然後把桂圓肉燻得又乾又香。故說嘿，你自己也很喜歡，而且也看得到它的製作過程，按用嘅食材就拿來做那個乳酪蛋糕。對，所以其實這樣子做起來，應該說，我覺得，你一吃都第可以用你自己的喜好去選擇不同的東西，你做出來的起司蛋糕一定都是你喜歡的。對，你的材料一定都是你喜歡的。就是我們要首先就是我爸爸媽媽常常跟我們講，就是你要自己覺得喜歡，然後親戚朋友就是回饋也是正向的，
然后你才可以贩售给客人。这真的很重要，因为刚才一开始妈妈来到样样堂地都就跟讲，大家赶快吃，你们才可以知道这个东西有几好吃嘞。对，所以他自己就很热情的想要推广自家的产品给大家，故说对自家的东西都有信心。三号人想要热门的是，因为起司蛋糕大家就会吃到也是甜点，但是有一个口味又给你一种咸甜的感觉。对，有一种口味是里面唯一是咸的口味。对，它叫咸的哦。对，直接叫它咸的吗？它的名字叫帕玛森。帕玛森就是我们在吃意大利面，要用披萨给时间，蛋糕会撒那个cheese粉，那个就是帕玛森的cheese粉。就是我们平常对它的既定印象本来就不太好，但是它经过烘焙会变香，因为干燥的情况它有点乳臭味感的感觉。不是，是因为它的cheese上面有一点点焦香味。对，cheese经过按用配过以后，它会有一种辣香咸的味道。然后再加上cheese条里面的那个 cream cheese， 它本来就是咸甜的口感，再加上这个咸味，完全不会觉得奇怪，很好吃哎。对，这也是一个另外一种口感，完全跟咸浅甜的口味就把它区隔开来了。对，它就是会让你觉得吃完甜的，你又想吃点咸的，但是有一点甜味又有点解腻的感觉。对，很好吃，没黑懂好吃。故说有小问了木易哈，其实我知道 Andy 你跟我年纪一样大，那像我们这样年纪的人，应该吃到东东，你不会想到讲可能春爱种啊，希诺不会大病啊，但是你却在还没有到30岁这个年纪，你就也听我会转豆腐卡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会回到家嘛？因为一开始也是跟很多年轻游子一样，就是一毕业就想往外冲，然后想看看外面世界，然后跟你小时候所想象有什么不一样。对，然后其实在外面冲久了，你会觉得会失去自己一点方向，因为一定会有所谓的疲乏阶段，然后会不禁问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，然后其实发现快乐很简单，就是生活简单的幸福，跟家人在一起就是很简单的幸福。怎么办？我要哭了。我觉得很感动哎，因为其实赚豆腐卡就会亲整归给，然后我觉得其实像这样子，原本爸爸妈妈给他的打给填他们一开始创立的东西，但是经过你自己的消化，甚至也做了一些转型，像给文业带了东东很多陈设的东西，所以演 Fuhila 的节目已经很用心，我们本来就会准备很多装饰。不过你七嘎也是很细心带了这些所有的装饰，这其实是经过转型的。对，这一开始转型，其实很多人转型的，就是用说的很简单，但是其实要身体力行，实际去行动是很困难的事。对，有跟上一代有什么革命吗？就多多少少一定会遇到摩擦跟争执。对，就是因为年轻的想法，对于比较年长的长辈来说，他觉得你创新是好是坏，他都看不到、摸不到的未来。对。但是如果你真的实际去做出一点小小的成绩，对他们来说，他们其实也高兴在心里。对，没错。所以只要你是年轻人，一定要据以力争，但是不是所谓的家庭革命，只是要把你的想法跟你的行动付诸给他们看，就是他们才会觉得放心，就是让你交给你去闯。真的太爽哎！相信那个刘妈妈都损通应该也很感动。但是还有想你按用冲呀，听说一定会遇到一些困难，但是在产品上面的困难，应该稍微冷漠一下。你作为按斗总口名，吃到七难给黑哪一种？最难的我觉得还是莱姆葡萄。哎呀，我的最爱耶，怎么办？那就是一定要来吃一下，到底有多难？你觉得最难的过程是什么？它难的过程不在于制作口味的上面困难，是在于在制程上，我们要把葡萄如何平均在分配在每条乳酪蛋糕的底下，比例不会太多又不会太少的情况下。那这样就是要一颗一颗丢喽？对，我们要一颗一颗排。哇，
所以虽然不是我在制作，是妹妹在制作，但是每次他们在铺葡萄的时候都是闪圆圆，我都是闪开那一位。最不想要铺葡萄。对，因为它要铺得很密集，但是又不会太过紧密。对，因为其实这不是小气不小气的问题，是因为铺太多不见得好吃。对，因为有时候如果铺太多，下手太重，它的味道又会压过乳酪。对，它会干扰，所以要有一个恰到好处的葡萄干的数量。对，所以这个是最难制作过程最繁复的。没错。古嫂，其实今日节目当中哈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没办法当众 Q 咪做事。韩国因为有一些是季节限定，听说有一种也是季节限定的口味。对，季节限定口味，有一种的话是草莓。哦，草莓。对，但是这节目播出的时候，刚好是草莓季最盛产的时候。生一年，所以渐渐的这个草莓可以开始出来了。对，因为我们是结合大湖的草莓跟新鲜进口的草莓，因为两种的优点跟缺点都不同。那大湖的草莓它有它浓郁的香味，然后进口草莓它有它的酸甜的口感。对。然后我们把它两种混合在一起，然后自己手工下去熬成果酱，然后不加以他人之手，然后全部气嘎走。对，然后再把它拌入乳酪里面。对。所以可以让你一入喉，还可以品味到就是草莓很浓郁的香气。酸香味。对。古嫂，天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迄个上爱去请 Andy 同佢食到夹嘅起司蛋糕，观众可以怎么样找到你呢？都等用嘅看到样嘅消息。我们有实体店面之外，其实我假日还会参加很多各大的文创市集。对，市集底度，古嫂是爱搜寻这个花语烘焙工坊，就做得起没到。迄个有时间嘅话，就做得去虎口老街找你们玩。对。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你去市集摆摊的过程当中，有遇到吗？该后高嘅事情，有趣的事情让你印象深刻的。像是市集，我比较常去摆的，就是我们的竹北新瓦屋跟关西的初心者。对，这两个市集都是在地很用心经营的市集。对。然后像是刚才也提到的关西初心者，他都会结合关西在地客庄文化，那不只是客庄文化，还有台三线的文化，然后下去结合的活动。对。所以其实因为吼后生人真都不卡接受爸爸妈妈嘅投入，韩国做的工业起家嘅创意，发想出按到无口用嘅起司蛋糕，根本也就抢一盒起司蛋糕做得咁贵些呗，阿 Q 我每次都很惊讶。古时候圣诞节都什么 Andy 同大家来分享，谢谢你。希望您。没什么观众朋友嘅收看，祝福大家圣诞节快乐，休息一下，Q 下来做运动。